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咧係玩一張解謎地圖，就叫做我脱隊了3小時。規則：這張地圖是你脱隊了3小時，以 1.7.2 版本遊玩，以冒險遊戲遊玩。祝你遊玩愉快，屁屁到此一遊。如有 bug， 請在巴哈上留言。本地圖只能單人遊玩，還有請以和平遊戲遊玩。如果看完規則就可以開始死啦。阿波，你剛剛掉進水裏，我把你救了起來。我需要幾小時？3小時，死定了，怎麼辦？我脱隊了。聽完這句話，阿波就走出去了。我只能自己想辦法了。鎖匙請放在右邊這個磚上。等我一陣，我重新撈翻個地圖先。OK， 我翻嚟啦，我重新加載咗個地圖。咁個箱呢，有翻嘢。OK， 都係揾鎖匙遊戲啦。樓梯底冇嘢，天花板冇嘢。上翻一層啦，得呢條路可以行啫。阿波爸媽的房間，廁所可以入去。嗱，有箱啦，見到啦。開箱。我阿波爸媽竟然會把鎖匙藏在這。撳掣冇反應。有個 command block， 不過應該唔關事。冇咗頭先個磚，應該作者 set 錯咗。佢有個鐘，台底有冇嘢？冇嘢。OK， 一切都好正常，冇咩問題啊。轉下個鐘先。OK， 喂，咪住。呢度有嘢啦喎，成就乜乜成，這都好像很夠沒用。我 TP 咗落嚟，我頭先應該喺入面 TP 咗落嚟。開箱成就物品，呢啲窿窿會唔會收埋啲嘢？冇嘅。開箱成就，咁成就咁容易揾嘅，似乎係幾容易揾。呢一格有啲可疑，咩都冇。喂，咩事？突然有同學叫你，原來係做夢。玩完啦？咩話？喂，咪先？完全唔合理喎！我做過啲咩嚟啊？好似邊度都冇去喎，咁快玩完啦？吓？我真係超少，我要轉翻 Game Mode Zero 先擺到嘢。我真係超少品解謎，唔理，都係擺唔到。真係玩完啦？我咪撳錯咗啲咩掣？咁快玩完嘅？謝謝你玩完本地圖 ，Thank you。我係屁屁，可以去 YouTube 查我。如有 bug，請在巴哈下方留言訂閱我。係咪先？轉翻個 game mode 飛翻出去先。呢度係頭先個地方啦。呢度冇咩特別啊。咁樓下呢？樓下我記得有條路啊。係咯，呢條路。不過呢條路後面係 lock 咗嘅。跟住呢度又唔知做乜。跟住就係頭先喺度攞完個成就物品就即刻 TP 咗過嚟。玩咩㗎？有冇得過返去？呢度冇咩特別啊！真係玩完啊！咁好啦，既然個地圖咁短啦，咁就短短地係咁以拍完啦。係咯，超小品解謎。我應該未玩過啲咁短嘅解謎，通常玩都最少都要10零分鐘啦。我睇下，哇，4分鐘、5分鐘就過關，哇，真係咁好啦。呢條片就短短地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打爛咗。